天文台預料未來幾日氣溫會急劇下降，長者安居協會提醒長者要注意保暖，有需要嘅時候可以撳平安鐘求助。踏入11月中，秋風漸起，天氣都開始轉涼。朝頭早喺尖沙咀，唔少市民都着返多件褸。天文台預料星期二夜晚市區嘅氣溫會降至最低15度。會唔會打算做一啲預防措施去保暖啊？有啊，摷晒啲冷嘅衣服出嚟啦。驚唔驚會感冒凍親？都會㗎，做好準備啦自己。往日到呢個秋天時候就好涼啊嘛，依家係回暖咗咯。即係都而家呢排都唔使攞特別嘅衫出嚟。我從來都未着過長袖衫啊，今年都未着過啊。會唔會驚凍親啊？咁樣唔會啊，我幾廿年都未睇過醫生啊。天文台表示，一道冷鋒會喺今晚午夜前後橫過廣東沿岸，加上受隨後東北季候風影響，未來1、2日風勢頗大，天氣會顯著轉涼。星期3、4氣溫最低會降至14度。我哋都預測今年冬天香港嘅氣溫係正常至偏高嘅。咁啊話雖如此啦，咁但係因為日與日之間嘅天氣同埋個氣溫變化都可以好大嘅，咁間中咧都有可能會出現寒冷天氣嘅。咁我哋預測今個冬天香港嘅寒冷天氣日數咧應該係接近正常，咁即係大概係9至17日嘅。長者安居協會表示，每逢踏入冬季都會有比較多長者撳平安鐘求助，當中長者跌倒後求助嘅個案比舊年多，提醒長者喺寒冷天氣下要加倍小心，亦要多加注意身體情況。長者就要多啲留心自己嘅身體狀況嘅變化，例如氣温低咧，可能令到佢哋手腳冰冷，甚至乎導致雙腳冇力，好容易跌倒。咁我哋想提醒啲老友記就千祈唔好心急由坐到起身嘅時候咧，先企穩，然後先至慢慢行動。協會提醒，如果長者喺室內等較悶熱嘅地方，可以將過厚嘅衣物除低，以免出現悶熱嘅情況。說在線記者盧月婷報導。